后来乡亲啊，过来，这个中华新港国再补助乡民一人按加发1000块。中华县的何美镇日前才通过提案，3倍券现金加码，要发予每一个镇民600块的消费礼金。啊，这个中华县的新港乡嘛要对你做，打算要发予每一个乡民1000块的真行礼金。乡民听到这个好消息，痛甲唔好讲。 政府发放3倍券振兴经济，即马县市公所嘛加码现金，互民众更加有感。中华新港的计划是要拨3700万的经费，互乡民会当加领1000块的现金，加上台中火力发电厂每一人1000块的回馈金，每一人加领2000块。哦，迄较好咯，比这较好咯，现金较好哟。现金较好啊。 3个就多了将近6000现金。对，还有很久没出去玩的，可能就可以出去玩一下。中华的何美用5400多万的预算，互每一人加领600块消费的礼金。即马新港计划先用电付金，加码互每一人1000块，但是安尼做对公所的财政有影响。在公库深港乡农会还有5亿多的这个存款，所以对我们的建设。 我们的这个财政呢没有影响，但是公所的计划乡大会也唔知影，就先对外公布。乡大会这方面即马有意见。伊无甲阮讨论，直接就发布出去，但是阮代表嘛较有意见的讲要因为为了这个灾情要互大家加码去加1000出来。中华县的何美和新港连续送好康，但是中华市暂时无要跟随。3倍券和现金做伙送，民众拢讲好，真欢喜。